難道各位睇唔出我係一個女人咩？世途險惡，北風如刀。一個弱質嘅女子想揾個地方歇歇腳，洗洗身上嘅風塵。此處烏煙瘴氣，各位又面目猙獰，絕唔似係間客棧，莫非係一間黑店？邊個係羊，邊個係虎？桃花過處，寸草不生，金錢落地，人頭不保。在下虎頭幫幫主，綽號玉面飛龍，至尊寶。唔知三兩幫林慧幫有咩幫襯呢？我想喺呢個地方逗留片刻啫，3朝2日，亦有可能係3、5、7年。總之等到我要等嘅人出現，我就會走噶啦。哇！你做咩啊？冇，小完便休翻條褲啫。你響呢度小便？唔係你邊有咁大缸水沖涼？你講咩話？男兒膝下有黃金，既然佢哋肯求我嘅，咁條命就暫記喺我度。至於你咯喎，咁有骨氣啊，孺子可教，叫大家洗乾淨隻腳板去出面等我。